兩名明報記者上星期三喺湖南邵陽跟進維權人士李旺陽被自殺嘅案件，訪問咗李旺陽嘅妹妹李旺玲夫婦，期間被公安扣留44小時，有不斷被疲勞轟炸嘅方式盤問，禁止佢哋同外界聯絡，威脅記者嘅人身安全。有專門跑中國新聞嘅記者話，本港記者去內地採訪被扣押盤問，其實唔係第一次，但係今次公安強迫記者喺監視錄影底下同李旺玲夫婦再做一次訪問，情況罕見，而被訪者喺被監視嘅壓力底下根本唔敢講真話。中央啦嚇，對於民眾、對於官方嘅高層，甚至中央去掌握嗰個真實嘅民情或者地方嗰個真相發生咩事呢，都係好不利嘅。即係原來啲事件或者真相係可以用一種高壓嘅被採訪，就將佢係扭曲咗完全係即係脫離現實嘅。咁樣即係呢種做法係好惡劣，同埋喺新聞學上根本就係即係唔應該存在咯。呂秉權話自己喺內地採訪一啲敏感話題，都曾經多次被扣留，監聽嘅情況更加係越嚟越嚴重。睇翻呢10年嗰個採訪環境咧，係我認為越嚟越高壓，同埋越嚟越咧不利嘅，可以對香港記者嚟講。咁即係以前我自己都即係曾經多次俾人跟蹤啊，甚至幾部警車嚟到咁樣，即係便衣嘅警車去到跟蹤啦。咁監聽電話啊，或者喺 office 嗰度懷疑係有監聽嘅設施啊等等。不過呂秉權就期望香港記者能夠繼續堅持，只要累積更多經驗，相信發掘真相絕對唔係一件難事。而香港記者協會同埋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都分別發表聲明譴責事件，要求當局徹查，尊重記者嘅採訪權，並確保李旺玲夫婦嘅人身安全。明報亦都去信港澳辦、中聯辦同埋特區政府，投訴記者人身安全同埋採訪自由被嚴重侵害。香港寬頻電視記者曾子倫報道。